喂，各位午夜怪談嘅忠實聽眾啦，今晚咧我哋要講嘅係一個源於2000年左右喺日本網絡論壇 2chan 流傳嘅日本都市傳說，佢個名叫做扭嚟扭去。呢個名聽落去係咪好似啲跳舞草或者係充氣公仔咁，冇咩殺傷力呢？但係佢被譽為係日本近代都市傳說入邊最令人不安嘅其中一個傳說，因為佢嘅恐怖唔係物理攻擊，而係精神攻擊。佢唔會追你，唔會咬你，佢淨係需要你睇清楚佢。只要你嘅大腦認知到呢樣嘢唔正常嘅嗰一剎那，你嘅世界就會徹底崩潰。究竟呢個扭嚟扭去係咩嚟？點解見到佢個人就會黐線？而點解呢個咁得人驚嘅妖怪近年又好似銷聲匿跡咁？今晚就等我哋一齊返到去日本鄉郊嘅夏天，去親身感受一下呢個白色扭動嘅無名嘅恐懼。要解構扭嚟扭去呢個傳說，我哋首先要好似一個生物學家去研究一隻新品種咁，了解佢嘅基本屬性。究竟根據日本網民嘅描述，呢隻嘢係一個點樣嘅存在？扭嚟扭去嘅目擊報告，絕大部分都係發生喺鄉郊地區，特別係嗰啲一望無際嘅廣闊空間。最常見嘅就係夏天嘅稻田，一片綠油油嘅稻田，或者係收割完之後金黃色嘅麥田。總之就係嗰啲視野好遼闊，中間冇咩遮擋物嘅地方。即係除咗田野，另一個常見嘅出沒地點就係水邊，例如海岸線或者係好大嘅湖邊。呢個 setting 好關鍵，因為佢需要一個距離感，佢唔會好似貞子咁由你屋企個電視機爬出嚟，佢永遠都係喺一個你好難一眼睇清楚嘅遠方。佢通常都係喺日頭出現，特別係陽光普照、天氣炎熱嘅中午或者下晝。呢個設定顛覆咗我哋對鬼怪夜晚出沒嘅傳統認知。正正就係因為喺日頭喺一個陽光猛烈嘅地方，見到一啲唔應該存在嘅嘢，嗰種違和感先至會更加強烈，更加令人不安。佢就好似喺一張好光明、好正常嘅相片上面出現咗一個極度詭異嘅污點。根據所有嘅目擊報告，扭來扭去嘅外觀都係白色嘅，有啲人話係純白，有啲人話係帶點灰嘅白。總之就係一個喺綠色或者黃色嘅田野背景之中非常突出嘅顏色。佢個形狀好似一個人形，一個好瘦長嘅，好似紙片人咁嘅人形。但係你冇辦法睇清楚佢有冇五官，有冇手腳，因為佢正喺度不停咁喐。佢會以一種極度不自然、違反所有物理定律同生物學常識嘅方式，不斷咁扭動佢嘅身體。你試下想象一下，佢唔係跳舞，唔係掙扎，而係好似一條冇骨嘅白蛇，又或者係一條被風吹緊嘅布，喺度左右前後上下瘋狂，但又好有節奏咁扭嚟扭去。佢嘅關節好似可以向任何方向、任何角度屈曲。佢嘅身體一時拉長，一時縮短，嗰種喐動方式係你個腦完全冇法理解嘅。你唔會喺任何一種你認知嘅生物，甚至係死物身上見過類似嘅動態。呢個係扭來扭去傳說嘅精髓。佢嘅攻擊唔係自動波，而係需要一個觸發條件。嗰個條件就係你唔單止要睇到佢，你仲要睇清楚，並且你嘅大腦要理解到呢樣嘢唔係正常嘅存在。如果你遠睇以為佢係稻草人或者係一個着白衫嘅人，你唔會冇事。你嘅大腦會幫你將呢個不合理嘅影像合理化。但係如果你用望遠鏡或者行得好近，睇清楚咗佢嗰種違反物理嘅扭動方式，當你個腦再都冇辦法為呢個景象揾到一個合理解釋嘅時候，當你心入面浮現出呢個究竟係咩嚟呢個問題嘅時候，啪一聲個掣就住咗。一旦觸發咗條件，後果係即時而且係不可逆轉嘅。根據傳說，睇清楚扭來扭去嘅人會即刻精神崩潰，但係呢種精神崩潰唔係尖叫，唔係暈低，而係會開始不受控制咁傻笑，然後佢嘅身體亦都會開始模仿扭來扭去，用一種唔自然嘅方式扭動起身。佢會一邊笑一邊扭，就好似一個壞咗嘅扯線公仔。咁如果情況嚴重呢，佢就會被同化，佢會慢慢咁失去自我意識，成為另一個扭嚟扭去，永遠咁喺田野之間扭動落去。
如果只係輕微影響，佢可能會保得住條命，但係會變成一個永久性嘅黐線佬。呢個就係扭嚟扭去嘅完整檔案。佢係一個利用距離感、視覺錯覺同埋認知失調，去直接攻擊你理智同概念性嘅恐怖存在。好啦，喺我哋了解完扭嚟扭去嘅基本設定之後，我哋就要嚟到今晚嘅主菜。我哋要將呢啲冰冷嘅設定轉化成一個有溫度、有情感，但係最終結局極度悲慘嘅故事。呢個故事呢，係喺2003年由一個日本網民呢發表喺 Two Channel 論壇上邊。佢話咧，呢個係佢童年嘅親身經歷。呢個故仔咧，亦都成為咗扭來扭去傳說之中最經典、最廣為人知嘅一個版本。等我哋將時間撥翻去90年代嘅日本咯。故事嘅主角，我哋叫佢做明彥。嗰年佢大概8歲，佢同佢阿哥浩二跟住阿爸阿媽由繁華嘅東京翻去秋田縣嘅鄉下探望長輩。對於喺城市大嘅明彥嚟講，鄉下嘅生活係一個災難，冇遊戲機中心，冇漫畫鋪，冇朋友，四圍都係田野，淨係得啲唔識嘅阿伯阿婆。咁每日都係重複住食飯、瞓覺、發呆啊。嗰日下晝天氣好到得人驚，太陽好猛，萬里無雲。明彥同佢阿哥喺阿爺屋企個走廊碌嚟碌去，無聊到爆。阿爺咧就喺客廳睇緊電視，飲緊茶。突然之間，讀緊中學嘅阿哥浩二好似發現新大陸咁，指住窗外面大叫：喂，明彥，你睇下嗰個係咩嚟？明彥爬起身望出去，阿爺間屋嘅後面就係一大片一望無際嘅翠綠色稻田。喺好遠好遠嘅田中間，佢見到有一個白色嘅嘢。個白色嘅嘢大概有1層樓咁高，好瘦長。佢企咗喺田嘅正中間。於是明彥就問：係咩嚟㗎？稻草人啊？阿哥浩二就起眉頭話：唔似喎，個稻草人識喐嘅。明彥眯起對眼想睇清楚啲，佢發現嗰個白色嘅嘢真係喺度好輕微咁喐緊，好似啲衫俾風吹緊咁。於是明彥就話：可能呢個係個人嚟嘅呢？阿哥反駁佢：傻啦，邊有人會喺呢啲天氣企喺田中間曬住啊？兩兄弟就咁樣趴喺窗邊，對住嗰個白色嘅物體議論紛紛。就喺呢個時候，喺客廳嘅阿爺聽到佢哋嘅對話，佢行過嚟望咗一眼窗外面，然後佢嘅面色突然之間沉咗落嚟。阿爺用一種前所未有嘅嚴厲語氣入住佢哋，大叫唔好望，快啲翻入嚟，唔准再望。阿嫲亦都行過嚟，將佢哋兩兄弟拉返入客廳，然後啪一聲將稻子門拉埋。阿哥浩二不滿咁問：做咩啊，阿爺？我哋淨係睇下啫。阿爺冇解釋，佢點着一支煙，深深咁吸咗一啖，然後用一種好凝重嘅語氣講：你哋聽住，以後見到嗰啲嘢，擰轉面，當睇唔到就得噶啦，千祈唔好試圖去睇清楚佢，更加唔好行近佢，如果唔係後果自負。阿爺講完就冇再出聲，成個客廳嘅氣氛變得好壓抑。但係阿爺嘅警告非但冇嚇到佢哋，反而就好似火上加油，徹底點燃咗佢哋。尤其係處於反叛期嘅阿哥浩二嘅好奇心，一定有古怪啊！阿哥細細聲同明彥講啊：阿爺咁緊張，證明嗰樣嘢唔簡單，我一定要知佢係咩嚟啊！於是第二日佢哋食完午飯，趁住阿爺阿嫲瞓晏覺，阿哥浩二就偷偷地由阿爺間房攞咗個軍用級嘅高倍數望遠鏡出嚟。阿哥向明彥打咗個眼色，走。係兩兄弟好似做賊咁靜雞走出屋企，跑去屋企後面嘅田基路。天氣同尋日一樣咁好，太陽一樣咁猛。佢哋好快就揾到尋日見到嗰個白色物體嘅位置。佢依然企喺田嘅正中間，喺好遠嘅地方。明彥好興奮，想搶個望遠鏡嚟玩。到我啦，到我啦！阿哥一手推開佢，細路仔行開啲啦，等我呢個做阿哥嘅為你揭開真相先。阿哥呢將個望遠鏡呢舉起，對準遠方嗰個白點。佢調校個焦距啦，睇到未啊？係咩嚟噶？明彥喺旁邊好心急咁問。阿哥冇答佢，佢塊面貼住個望遠鏡一動不動。過咗大概10幾秒，
阿哥慢慢咁放低個望遠鏡，明艷見到佢阿哥塊面變得好奇怪，佢嘅面色好蒼白，但係佢對眼就瞪到好大，佢嘅嘴角開始不受控制咁向上翹起，形成一個好詭異嘅笑容。喂，阿哥，你做咩啊？明艷覺得有啲唔妥，你睇到啲咩啊？明艷覺得有啲咩啊？阿哥冇望佢，佢嘅目光依然望住遠方，但係個焦點好似已經散滿咗。佢嘅口開始發出一啲聲音，佢喺度笑，扭嚟扭去，好好玩啊！嘻嘻嘻，嘻嘻嘻。講完，佢成個人就好似飲醉酒咁，開始搖搖晃晃，跟住佢嘅身體開始用一種好奇怪嘅方式扭動起身。佢嘅手臂好似冇咗骨頭咁，胡亂咁揮舞。佢嘅腰以一個好大嘅幅度前後左右咁擺動。佢嘅腳一時屈曲，一時伸直，就好似一個扯線木偶。佢一邊笑，一邊扭，一邊扭，一邊笑。阿哥，阿哥你唔好嚇我啊！明艷嚇到想喊，佢上前想捉住佢阿哥，但係佢阿哥一手就將佢推開，佢嘅力氣變得好大，跟住佢阿哥就咁樣一邊狂笑一邊扭動住佢嘅身體，跌跌撞撞咁行返屋企。明艷嚇到企咗喺度，唔知點算。佢望一望遠方嗰個白色嘅物體，依然喺度靜靜咁扭動緊。嗰晚成間屋都亂晒，阿爸阿媽提早由親戚屋企趕返嚟，佢哋見到浩義個樣嚇到面青。浩義成個人已經完全黐咗線，佢唔講嘢，唔食嘢，淨係識得對住空氣傻笑，同埋不停咁扭動佢嘅身體。佢哋即刻叫咗白車，喺等白車嚟嘅時候，阿爺坐喺浩義旁邊，捉住佢隻手，老淚縱橫。佢不斷咁重複講住一句說話：唉，都叫咗你唔好望噶啦，都叫咗你唔好望噶啦。最後浩義被送咗去醫院，醫生嘅診斷係急性精神分裂，但係冇人知病因係咩。故事嘅最後，明艷話佢阿哥喺精神病院住咗好多年，佢嘅情況時好時壞，但係佢都冇變翻以前嗰個正常嘅阿哥。而明艷佢嘅童年亦都喺嗰個夏天宣告結束。佢話佢到依家都唔敢自己一個望向任何空曠嘅田野，因為佢驚會再見到嗰個白色扭動嘅夢魘。喺我哋講完明艷呢個咁悲慘嘅故事之後，我哋就要嚟到呢個傳說最有趣亦都係最吊詭嘅一個部分，就係扭來扭去呢個曾經喺2000年代初期嚇怕無數日本網民嘅恐怖存在，喺之後嘅10幾年竟然好似人間蒸發一樣，慢慢咁銷聲匿跡。喺2010年之後，日本嘅網絡論壇已經好少再有新嘅扭嚟扭去目擊報告，佢就好似一陣熱潮，過咗就冇咗。呢件事本身就係一件好奇怪嘅事。如果扭嚟扭去係真實存在嘅，點解佢會突然之間唔再出現？佢係咪搬咗去第二度，定係佢死咗？如果扭嚟扭去只係一個網絡創作，咁點解喺嗰個特定嘅時期會突然之間爆發出咁多目擊報告，而之後又會突然之間冇人再講？對於呢個消失之謎，日本嘅網民發揮咗佢哋無限嘅創意同幽默感，提出咗好多令人合笑不得嘅科學解釋。第一，生態災難論，呢個係最多人講笑咁講嘅一個理論。佢哋話扭嚟扭去其實係一種棲息喺稻田嘅水生昆蟲，或者係兩棲類生物。佢之所以會扭動，可能係一種求偶嘅行為。但係隨住日本嘅工業化，啲工廠不斷將啲工業廢水排入河流，加上農夫為咗殺蟲用咗大量嘅殺蟲劑，呢啲化學物質嚴重污染咗稻田嘅生態環境。於是扭嚟扭去呢一種對水質要求好高嘅生物，就因為環境污染而數量大減。而壓死駱駝嘅最後一根稻草就係美國小龍蝦嘅入侵。喺80年代，美國小龍蝦作為一種外來物種被引入日本。點知佢哋嘅繁殖能力同適應能力超乎想象，佢哋好快就佔據咗日本各地嘅河流同稻田，將好多本土嘅水生生物都食晒。於是咧，有網民就好認真咁分析話，扭來扭去嘅幼蟲或者佢哋嘅卵，好可能就係俾呢啲橫行霸道嘅美國小龍蝦食清光。咁所以扭來扭去並唔係消失，而係瀕臨絕種，甚至已經被滅絕。呢個講法雖然係一個玩笑，但係佢用一種好黑色幽默嘅方式去諷刺緊日本嘅環境問題同外來物種入侵問題。咁另一個講法就將矛頭指向日本嘅城市化發展。
有網民拎咗另一個都市傳說間間蛇羅嚟做例子。間間蛇羅係一個傳說中會喺山林入邊發出 Kankandara 叫聲嘅妖怪。個網民話間間蛇羅最近都就快絕種，因為日本政府為咗發展再生能源，喺好多鄉郊嘅山頭鋪平晒啲樹，鋪滿晒太陽能發電板。間間蛇羅冇咗個森林，自然就冇地方住，於是就消失咗。同樣道理，扭嚟扭去都需要一大片空曠嘅田野先至可以生存。但係近年日本好多鄉郊地區都面臨人口流失，農地荒廢，好多田都已經被政府或者發展商收返，用嚟起樓、起公路或者係起工廠。扭嚟扭去冇咗片田，就好似我哋香港人冇咗間屋一樣，佢連棲息地都冇埋，自然就冇辦法再出嚟嚇人。呢個講法咧，亦都係用一個妖怪嘅角度去感嘆日本傳統鄉郊景色嘅流逝。另一個解釋咧係科技進步論。呢個講法咧就比較接近一個社會學嘅分析。佢哋認為扭嚟扭去嘅恐怖咧係源於影像嘅模糊性，因為你睇唔清楚，所以你先至會驚，先至會自己腦補。但係而家係咩年代？智能手機嘅年代。佢哋 even see 係每一個人都有一部高清甚至 4K 拍攝功能，仲可以 zoom 到好遠嘅手機。如果而家有人喺田中間見到扭嚟扭去，佢嘅第一反應唔會係驚，而係會攞部手機出嚟 zoom 到最大，拍條片，然後 post 上 IG 或者 TikTok， 加個 hashtag。喺高清鏡頭之下，扭嚟扭去嘅真面目將會無所遁形。佢好可能真係只係一個稻草人，或者係一個白色膠袋。當模糊呢個恐怖元素被科技徹底消除之後，扭嚟扭去嘅傳說自然就冇辦法再生存落去。佢嘅神秘感已經被高清影像徹底殺死。呢啲關於扭嚟扭去消失之謎嘅討論，雖然好似好無聊，但係佢其實反映咗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就係都市傳說並唔係一成不變，佢會隨住社會嘅變遷、環境嘅改變、科技嘅進步而進化，甚至係消亡。扭嚟扭去就好似一個屬於2000年代初期嗰個網絡未算太發達，影像仲有啲模糊嘅時代嘅限定產物，佢嘅消失或者都標誌住一個時代嘅結束。好啦，喺我哋探討完扭嚟扭去點解會消失之後，我哋要翻嚟處理一個最根本嘅問題，究竟扭來扭去係堅定流？對於呢個問題，坊間嘅分析主要可以分為3大派系。第一派堅信不疑嘅真實存在派，同埋呢一派嘅人深信扭來扭去係一種我哋目前嘅科學仲未能夠解釋嘅超自然現象，或者係一種未知嘅生物。佢哋會攞明諺個古仔嚟做最強嘅證據。佢哋認為一個咁詳細、咁充滿真實情感嘅描述，冇可能係憑空作出嚟嘅。尤其是阿哥發癲之後嗰種極度具體嘅扭動同傻笑，更加唔似係一個普通人可以想象到嘅。佢哋認為科學解釋唔到嘅嘢，唔代表唔存在。可能扭來扭去真係一種可以發出次聲波，或者係某種精神電波去直接干擾人類大腦嘅生物。當我哋嘅視覺接收到佢嗰種不合常理嘅扭動頻率，我哋嘅大腦就會因為無法處理而直接短路，導致精神錯亂。呢個講法就好似某啲頻率嘅聲音可以震碎玻璃一樣，某啲視覺影像亦都可以震碎我哋嘅理智。第二派理性分析嘅科學解釋派，呢一派嘅人認為扭來扭去只係一場由多種自然現象同心理作用共同構成嘅完美誤會。佢哋嘅核心論點就係視覺錯覺。第一係熱氣流，喺夏天炎熱嘅田野，地面嘅熱空氣上升會造成光線嘅折射，令到遠方嘅景物睇落去好似喺度搖晃同扭曲。呢個現象日文叫做陽炎 Kage， 係如果遠方咁啱有一個稻草人或者係一條白色嘅布條喺熱氣流嘅影響之下，佢睇落去就會好似喺度不停咁扭動。第二係集體歇斯底里呢一個傳說，最先係喺2000年一個講鬼故嘅網站上面有人匿名投稿，然後好快就喺 2channel 呢啲大型論壇被轉載同討論。喺嗰個早期嘅網絡環境，好多人都係抱住寧可信其有嘅心態。當越嚟越多人話自己都見過嘅時候，就會形成一種集體嘅心理暗示。有啲人可能真係喺鄉下見過啲因為熱氣流而扭曲嘅稻草人，佢哋睇完個古仔之後，
就會將自己嘅記憶同個傳說對號入座，然後又再將自己加工過嘅經歷分享出去，就好似滾雪球咁，個傳說就越滾越大，越傳越真。而明諺個古仔，科學派會認為可能係一個基於真實經歷嘅文學創作，可能佢阿哥真係有精神病，而明諺就將佢阿哥發病嘅情況同當時網上流行嘅扭嚟扭去傳說結合埋一齊，寫成一個半真半假嘅故事。第三派追本溯源嘅民族學派，呢一派嘅人就嘗試由日本嘅傳統文化同妖怪學去揾扭來扭去嘅根源啦。佢哋發現扭嚟扭去同日本神道教入邊某啲關於神明嘅描述有好相似嘅地方。喺日本古代有啲神係冇固定形態嘅，佢哋會以一種好抽象、好流動嘅方式出現喺自然界之中，例如一陣旋風或者係河上邊嘅一個漩渦。古人相信直視神明嘅真身係一種禁忌，會招致瘋狂或者死亡。另外，亦都有人認為扭嚟扭去可能係同稻草人有關。稻草人喺日本嘅傳統信仰入邊，唔單止係愛嚟趕着，佢亦都係一個衣袋，即係一個可以俾神明或者靈體依附嘅媒介。佢係田地嘅守護神，但同時如果處理得唔好，亦都可能會惹到啲邪靈。所以扭來扭去咧，可能就係一個關於唔可以直視神明或者係被邪靈附身嘅稻草人嘅古老禁忌，喺現代網絡社會一個全新嘅變種。呢三種唔同嘅睇法構成咗圍繞住扭來扭去嘅一場持續咗20年嘅辯論。而有趣嘅係，無論你信邊一派，都冇辦法完全說服另外兩派。呢個或者就係都市傳說最引人入勝嘅地方。喺今晚呢個關於扭嚟扭去嘅深度探索嘅結尾，我想同大家一齊去反思一個更加宏大，甚至係有啲傷感嘅問題，就係一個都市傳說嘅消亡，究竟代表住啲咩？我哋頭先用一個開玩笑嘅語氣去講扭來扭去，點樣被小龍蝦食晒，點樣被太陽能板逼走。但係喺呢啲玩笑嘅背後，其實隱藏住一個好真實而且冇辦法逆轉嘅趨勢，就係我哋嘅世界正變得越嚟越冇驚喜。所以扭嚟扭去嘅恐怖係源於未知同模糊，佢需要一片廣闊嘅田野去製造距離感，佢需要一個炎熱嘅夏天去產生熱氣流。佢需要一個資訊唔係咁流通、影像唔係咁高清嘅時代去保留佢嘅神秘感。但係我哋依家嘅世界係點？我哋嘅城市不斷擴張，侵佔緊鄉郊，一片又一片嘅田野，變成咗一式一樣嘅住宅區同購物中心。我哋失去咗可以產生距離感嘅空間。我哋嘅科技不斷進步， Google Map 可以帶你去到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無人機可以飛到任何一個你行唔到嘅地方，高清鏡頭可以將遠方嘅一粒塵都影得清清楚楚。我哋失去咗可以孕育模糊嘅土壤，我哋嘅生活被社交媒體徹底包圍啦。任何一件奇聞趣事都會喺幾分鐘之內傳遍全世界，然後被無數嘅專家網民用唔同嘅角度解剖、分析、抽水，直到佢變得一啲都唔再神秘，甚至有啲可笑。我哋失去咗可以容納未知嘅耐性。喺一個咁樣嘅世界入邊，扭嚟扭去呢種古典而優雅嘅恐怖生物根本冇辦法生存。佢嘅消亡就好似一個警號，佢話緊俾我哋知，我哋喺享受緊科技帶嚟嘅方便同清晰嘅同時，亦都喺度慢慢咁扼殺緊我哋嘅想像力。當所有嘅嘢都可以被解釋，可以被拍攝，可以被 Google 到，當所有嘅鄉郊都變成城市，當所有嘅傳說都變成一個笑話，我哋嘅世界或者會變得更加安全，更加理性。但係佢會唔會都變得更加乏味，更加無趣？扭嚟扭去嘅消失，最令人細思極恐嘅地方，唔係我哋少咗一隻鬼故可以講，而係我哋可能正喺度失去嗰個可以創造出扭嚟扭去嘅世界。一個仲有啲神秘，仲有啲未知，仲有啲空間可以俾我哋去幻想、去恐懼嘅世界。或者真正被滅絕嘅，唔係扭嚟扭去，而係我哋心中嗰片可以用嚟種植傳說嘅田野。好啦，今晚呢個關於日本鄉郊白色噩夢扭嚟扭去嘅深度解密就真係要去到尾聲。希望呢個故事可以令你對都市傳說同埋我哋身處嘅呢個時代有啲全新嘅體會。
咁如果今晚呢個故事令你覺得有時睇唔清楚，可能係一件更加幸福嘅事，咁就唔好再猶豫啦，即刻 CLS 啦 ，comment、like、share，將呢個充滿哲學意味又令人不安嘅日本怪談分享出去，等更加多朋友可以一齊感受下呢份嚟自認知失調嘅恐懼。最重要嘅係喺下面嘅留言區分享下你嘅諗法，你覺得扭嚟扭去嘅消失係一件好事，定係一件可惜嘅事？而最後都係嗰條關於你親身經歷嘅問題，喺你嘅生命之中，你有冇試過喺一個好遠嘅地方見到一啲你解釋唔到、睇落去好怪嘅嘢呢？可能係山邊一個奇怪嘅人影，可能係海上面一個唔尋常嘅倒影。將你嘅目擊報告留喺下面，等我哋喺留言區一齊去分析下嗰個究竟係咪屬於我哋呢度嘅扭來扭去。多謝大家今晚嘅陪伴，願大家今晚都可以瞓得安穩。記住好奇心有時真係會殺死一隻貓，甚至係你嘅理智。各位晚安。